咁我跟住嚟咧，有請我哋嘅冠亞戰喎。係啦，有請我哋冠亞戰兩位選手。你打先，我都床哥，你話事啊？黃哥出戰。加油 Jerry！床哥對 Jerry。唔係爺好似使出緊呢個寵物小精靈。係啦，今日冇阿 Tom，但有 Tommy and Jerry。Yes。好，雙方係啦，而家雙方咧打係決定投籃盤嘅方向啊。嗰邊係好㗎，嗰邊好㗎，好啊，可以。好，雙方可以出示咗陀螺先啊！喂，如果我哋贏咗就世界第一㗎咯喎！係㗎。Yes。好，全場咪好多世界第一，我哋呢度係多㗎。好，我哋床嗰樣嘅係長空天馬，咁而我哋咧我哋嘅選手咧用嘅就係呢個無視幻象啊！好，事不宜遲，選手預備，我哋一齊嚟嗌啦！預備 ，3、2、1、Go shoot！ 爆發力，冇發射失誤，有冇發射失誤啊？有冇發射失誤？冇。裁判表示對戰成立，真係長哥極客勝利！米師傅已經要出場咯。Tom，出嚟啦 Tom。OK， 交俾我。喂，你頭先係咪用呢隻啊？係啊，佢持久人嘅爆。咁就長路波係絕對長空天馬。OK。睇下你可唔可以打走佢啦，米師傅？好，上課選手預備，我哋一齊嚟啊！一齊喺度冠亞戰，預備，3、2、1、Go shoot！ 喂，走啊！咩情況？咩情況？爆開嗰度。爆開啊！非常爆勝利！哇！完咗咯喎，係嘛？原來米老師先係本體喎，你咁樣。手兼備喎，佢呢只。真係喎。未。米老師有冇啲咩宣言？人冇事就可以做到世界冠軍。好。貼貼地喎，世界冠軍。我見到米老師有少少手震頭先。好，咁我哋頭先冠軍使用嘅都係一個戰神轟烈啊！可能去到呢個位，米老師都想渴望勝利啊，想贏啊！但係追成功必失敗喎。你唔好手震先。究竟我哋咧米師傅除咗唱歌攞冠軍之外，有冇陀螺都攞埋個冠軍翻嚟咧？有冇機會啊？好，雙方選手預備，我哋一齊上場一齊嗌啦！呢場係冠亞戰嘅最後一場，我哋一齊以最大嘅聲量為佢哋展開對戰開始啦！預備 ，3、2、1。喂，好似係有少少發射失誤嘅機會喎，有冇啊？發射失誤，發射爆炸喎，呢個係。唔係，好似喺空中有少少撞擊啊！頭先。裁判表示咧，因為咧陀螺未掂到盤嘅本體已經產生碰撞，造成空撞，所以重新嚟過啊！咁啊，重新對戰嘅空撞咗，係要砌實少少先。睇嚟兩邊都好緊張啊！好，上位選手預備，預備啦，一齊，預備，3、2、1。哇！位落地非常猛嘅攻擊，一落地已經係有第一次，哇！兩次攻擊啦！反而戰神就當時有啲傾斜，狀況劍就冇持我哋先，咁啊戰神軍你持久勝利1分先嘅，咁啊冠軍拎咗1分先喎，咁米少噶，你打佢出去最得快咧？究竟呢個會唔會係 final round 咧？因為我哋爆人咧打持久咧唔係咁着數喎，你要大力啲啦，米師傅。你最速上2萬啦呢鋪。係啊，好啦，小宇宙。上課選手預備，我哋一齊嚟啦！預備，一齊預備，3、2、1， Go shoot！ 兩邊都發射成功啊！米師傅爭啲，兩次再見，米師傅。打唔中啊，米師傅。中啊！就係
最唔到嘅結果嚟。當然就係咁精彩教人，亦咁好睇喎。最後一秒，玩得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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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慢鏡重播呢個位，究竟發生咩事？最後一擊啊！嗰下幾乎奇蹟啊！恭喜世界冠軍！